在座廿零歲嘅朋友，話以下記住呢句嘢，得閒同你師長講，你父母講，你嘅朋友講多啲。阿傅家產睇唔睇戲啊？開飯啊，傅家產！提醒你自己，世界上有一種狀態叫做負家產，一種好抽象嘅痛苦狀態，即係如果你仲夠錢供嗰等樓嘅説話，呢種痛苦咧，仲會維持喺一種好抽象嘅狀態。但係當你一唔夠錢，你要賣等樓，你就會發覺，你首先要變賣晒你所有家產，先至可以填到條數賣到等樓。但係你等樓咪你所有嘅家產咯。咁你咪即係要賣咗等樓先可以賣等樓？咁我就係賣唔到等樓啊嘛！我點賣等樓啊？冇錯，你就係賣唔到等樓噶啦。所謂負家產嘅意思就係你要背負住呢等冚家產，供佢一世。